大家好，粗量公司嘅定金案，海南嘅美蘭法院最近已經判出嚟啦。佢就判呢個粗量公司佢要雙倍咁返還呢個定金。今日我哋就講講粗量公司嘅呢單案，同埋佢最近嘅啲情況，包括我之前嘅一啲觀點。首先我哋睇睇呢單案法院嘅判詞，睇下佢係點樣判佢輸嘅。首先，法院就認為粗量公司同消費者簽訂嘅購買協議裏邊規定，如果佢通知消費者要交款嘅時候，消費者必須喺7日裏邊要交全款，呢個咧就屬於格式合同啦。而法院就依據兩個原因嚟判定呢一份格式合同係冇效嘅。第一個就係話，粗量公司喺消費者未驗車、未交付車嘅前提底下，就要佢俾晒全款，呢一個咧就加重咗消費者嘅付款嘅義務，同埋限制咗消費者驗車嘅權利。第二個咧就係粗量公司係喺佢官網上面明確咁答覆咗消費者係先驗車再交全款嘅。佢而家就違反咗自己嘅承諾，亦都係違反咗誠實信用嘅原則，加重咗消費者付款嘅義務，剝奪咗消費者驗車嘅權利。我哋從法院列舉嘅呢兩點原因嚟睇咧，其實是但一條法院都可以判小米輸嘅，即係哪怕以後佢粗量公司冇喺網上承諾話可以先驗車再交錢，但係佢只要佢合同上面係寫明消費者接到佢哋嘅付款通知之後，必須先付款再收車驗車。有呢啲條款嘅話，其實都係屬於冇效嘅格式合同，都一樣可以申請退款。亦即係話，包括而家已經交咗定金買嗰啲車嗰啲消費者，只要佢嘅協議上面有呢個條款，佢哋全部都可以申請退款，甚至要求佢賠1倍或者幾倍嘅賠償。所以嗰啲訂咗粗量汽車嗰啲消費者可以睇睇自己份協議，可以考慮下咁樣操作。然後第二個我想講講嗰個挖孔車道個退1賠3嗰件案件，呢個案件咧應該喺兩個地方都有審緊嘅。一個咧就喺蘇州，一個咧就喺南京。蘇州嗰個案件咧，佢係已經係二審嘅啦。二審就喺上個月底，法院駁回咗粗量公司提出嘅管轄權異議嘅上訴。網上有啲人話法院判嘅係粗量公司要退1賠3，其實呢個係唔啱嘅。而南京法院嗰邊咧就係一審嘅。由於粗量公司喺庭上面好妙筆咁攞出咗84份新嘅證據，所以法院就冇辦法，只能夠將庭審嘅時間再延期。類似呢啲嘅喺庭審當中使出嘅花招，其實粗量公司最近都使不少，包括上面提出嘅反覆咁提出管轄權異議，同埋突擊性咁提出咗一啲新證據，同埋另一個最搞笑嘅就係佢竟然要求法院增加自己嘅利潤，一間公司做嘅被告。一般增加被告呢啲行為都係有原告提出或者係有法院提出嘅，佢為咗拖延呢個庭審嘅時間，連呢一招嘅諗得出，呢真係輸俾佢。佢呢啲咁嘅花招其實係好幼稚嘅。佢令我諗起幾年前一單發生喺美國嘅一單訴訟，就嗰個好有名嘅滴血驗硬嘅事件。個當事人就係呢個靚女，佢當時就虛假宣傳自己嘅公司可以用印嘅一滴血檢測到包括癌症在內嘅好多種疾病。呢個當然係假嘅，但係佢通過咁樣咧，呃咗投資者90億係美金，所以佢就因為欺詐罪被起訴。所以喺應審同埋判決啱啱出嚟嗰陣，佢通過壞人同埋生仔不斷咁去逃避入獄。由於當時都喺疫情嘅期間，所以佢通過呢種方式同埋疫情嘅原因，佢一共推遲咗4次入獄嘅時間。但最終佢係喺2023年被執行咗入獄，然後坐咗年幾之後咧，佢就變到而家先咁啦，好似一下子老咗10年8年咁。由此可見，有啲嘢係該嚟始終都會嚟。粗量公司咁嘅做法，其實就係拖延消費者嘅時間同埋浪費公共資源嘅啫。我喺今年5月19號嘅視頻裏邊已經講。呢個挖孔機頭蓋係好明顯咁存在虛假宣傳嘅行為嘅，所以我當時建議買咗呢個挖孔機頭蓋嗰啲消費者要堅持申請退1賠3。而由而家法院嘅判決結果嚟睇，達成呢個退1賠3結果嘅機會已經越嚟越大啦。所以呢啲消費者一定要繼續堅持落去。最後再講講粗量公司有個股價嘅問題。我喺今年10月20號嘅視頻裏邊已經講過。粗量公司喺上幾次減持咗之後，佢嘅股價係一路走低嘅，所以喺今年佢減持咗之後，好有可能亦都會重複呢種走勢。結果喺10月20號嗰陣，佢係呢個價格48蚊左右，而今日就係呢個價格。所以當時如果有投資者聽咗我講，用適當嘅方式去操作嘅話，佢可能唔止賺翻一部小米翻嚟啦。而另一方面，我個人認為粗量公司喺而家嘅價位都係偏高嘅。因為講到底，佢就係一個拼組裝嘅家電為主嘅企業。家電企業裏面最有參考價值嘅就係美的，而且美的佢係有完善嘅生產鏈，有自己嘅生產體系，亦都有技術含量比較高嘅機器人板塊。而粗量公司
包括佢啲家電好，依家嘅汽車又好，其實都可以睇成一個拼組裝嘅一個工廠。佢嘅技術含量實際上係不如美的嘅。美的嘅市盈率係11，而粗量公司佢動態嘅市盈率都仲去到20。所以粗量公司佢嘅市盈率，如果佢能夠向美的睇齊，其實已經係佢嘅最好嘅結果。大概係股價去到20蚊度，即係話粗量公司喺現價嘅基礎上面，再起碼跌到40-50%先正係相對合理嘅。大家可以過到1-2年之後再睇睇我講嘅啱唔啱。呢期視頻就做到呢度，多謝。